好，講到這軍購特別條例，那是卡在立法院，在國民黨內也傳出是超賣賣的情形。問題在當中用是主張3800億加元的方案，立委徐巧芯就提出8000億的版本，也得到立法院長韓國瑜的支持。也毋過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是強調，因的立場也是維持在3800億加元。就連副主席桂林人也來批評韓國瑜賣黨愛甲開除黨籍。打死我都不會相信國瑜兄會做出賣黨求榮的事。如果有這個事，黃復興必然大義滅親，見緊開除國瑜兄的黨籍。針對軍購特別條例草案，國民黨提議黨團家己人敢若是要害3800億加元，也是8000億，遲遲無定論。和副主席桂林人在中常會直接點名韓國瑜甲徐巧芯。可以了，只有2分鐘。請徐巧芯千萬三思，不要做出親痛仇快的事情。不管什麼人攏無法度阻擋，桂林人發聲全黨應該支持3800億加元的黨中央版本，按過至高中道。那也在立法院經過1點半鐘的黨團大會，依然無共識。今天就是開放大家共同討論，各種意見都有。最快的院會在5月8號以後。我想我們中間還有時間，大家繼續來溝通。不管如何，最後的版本我們一定還是團結一致。1.25兆這個部分，我們是絕對不可能接受的。那裡面有很多這個腐爛編列或是灌水的這個問題，然後把商購分委制還有軍售放在一起。徐巧芯回應桂林人的呼籲，表示一定會遵守黨團的決議。韓國瑜在並且講，老胡自知適用軟，暗過無愧於黨，無愧於心。5月7日夜第4擺召集軍購條例調野黨團協商，身為黨主席鄭麗文在中常會表達，家己太高，絕對無可能支持立下1.25兆抗辯授權。我從來沒有跟我們任何的黨團成員談過態度改變，因為這是我們深思熟慮的結果。為期8年，1.25兆元的國防特別預算，期待立法院支持政府完整的規劃，讓特別預算不打折。那羅總統閣向調野發聲，民進黨提議黨團幹事長曾水雄也表示，各項預算規模愛透過專業盤點甲需求評估來決定。國會作為監督機制，愛注重檢視倒一個項目有必要性，唔是用模糊3800億加元的概念來處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